分享格罗西书，这封批是保罗写予格罗西教会的批信吼。但是这间教会毋是保罗创立的。保罗虽然伫迄小亚细亚这带吼四过传扬主的福音去到伫犹太人的会堂内面，伫遐甲因辩论真理吼。但是有真侪教会毋是保罗亲身来设立的，亲像伫咱今仔日所读即个哥罗西教会，嘛毋是保罗家己亲身来设立的，是过去伊伫以弗所的时阵，伊派伊的同工去迄边。即位同工是啥物人咧？就是今仔日头拄有念到，迄个叫做以巴弗吼。以巴弗是设立即间哥罗西教会即位同工。即个哥罗西的批信是安怎会写出来？其实是即位同工将伫哥罗西教会所拄到的问题，带去到伫保罗的面头前来甲请教。所以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有即款的问题、迄款的问题所以伊写一个批信，来甲回应因教会的问题。哥罗西教会因拄到的后面那个问题毋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重点。我今仔日要分享的重点是保罗伊对伊的批信来理解来熟悉即间教会伊是安怎熟悉。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认识是对啥物开始？我头有讲即间教会毋是伊家己设立的，所以伊对即间教会的认识因的问题是安怎开始？伊是对听见，有无？恁若手头前有圣经的，你会当摕起来看吼。伊听见伊的同工来讲起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对因的熟悉是对听见开始，表示即间教会一开始，互保罗互人的印象是啥物？咱煞接来看吼，保罗安尼来讲伊讲。因为捌听见恁伫基督耶稣的信吼，这毋是批，即个是相信的迄个信，批是另外一个字吼。因为捌听见恁伫基督耶稣的信，甲拢总的圣道所有的听，因为所互恁藏伫天里的毋茫，就是恁前伫福音真理的道所听见。第1章第4节甲第5节内面吼，讲起着保罗对这间教会的熟悉。他没有亲自牧养过，可是他听过别人怎么说这一间教会。人是安怎讲？第4节吼，你会当看，就是听见恁伫基督耶稣的信，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佮有恁的生活、恁的性命所行出来，迄款对拢总的圣道会听。保罗坚定去相信讲，即间教会哥罗西教会，因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有对拢总圣道的疼心，是因为安怎？因为因知，并且因阁相信，伫因心肝内面藏有一个天理的毋茫。意思是讲，保罗坚定的相信，因会当活出即款的信心。甲疼心，是因为因有对天理的毋茫来的迄款的开力甲坚固，所以对伫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认识，我要反倒来问咱古典教会，咱古典教会即摆毋茫是啥物？咱敢是一间有对耶稣基督的信，有对伫属天迄款的毋茫藏伫咱的心肝内的一间教会。咱敢是亲像当初你的性命去互福音的真道呼召、感动、吸引，你的性命敢犹原抑阁是安尼？第3章前，我伫咧探访的时阵，我上
我常常听见兄弟姊妹对我讲，你安怎讲咱高点教会咧？这个不是一个批评吼，是我在心里面的一个认识。伊讲，咱高点教会吼是一间最冷的教会。我们古灵教会哦，传道，我们古灵教会是一间很冷的教会。对我来讲吼，我上惊奇的一部分是，这不是干那一个人对我讲的，是我安尼挨家挨户啊，然后让一个一个个别私下安尼探访的时阵吼，既然伫谈话的内面拢会出现一句人讲啊，因为咱高点教会是一间足冷的教会。其实这3冬来吼，应该说3年前吼，这句话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所以伫这3冬来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逐摆透早入来教会时阵，我拢会坐伫，我拢会先去坐，我物件藏好，我就先去坐伫进万来场了，常常坐伫遐点名迄个位。啊，我就坐在那里，我就看向所有的，就咧看，一直注目咧看这个空间吼，这个礼拜堂。我心内就问上帝讲：主啊，阮是啥物啊？我们是什么啊？阮逐礼拜伫你面头前的敬拜，那个敬拜到底是什么？兄弟姊妹，你家己信仰的理解到底是啥物？是安怎3冬前伫遮来探访的时阵，所有的人伫咧开讲的时阵，会甲我描写讲，会跟我描述说，啊，咱教会是一间足冷的教会。我做一个团队人，我要问的，不是讲啊，我们喜欢跟人有什么样的距离，而是讲咱爱甲人保持什么款的安全的范围。我咧想的是，咱大家斗阵做伙的时阵，做一个团队人，我想要知的是上帝，你伫倒位啊？你的教会，你呼召你的百姓，就是为着要活出一款足冷的生命吗？这是我伫高点教会服侍，有一段时间早上我都要坐在那里思考，因为这互我来去思考讲，安尼我要甲我的兄弟姊妹啊，要做伙斗阵去学习啥物？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讲，咱是因为啥物组织做伙？基督徒是安怎搁要组织做伙？伫3冬前，我开始咧考遮个学青的时阵啊，有一些大学生会甲我问讲，啊，就大概考伫遐，啊，他们就会问我说：“传道，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吼，其实老实讲吼，我面对遮个师大、台大生吼，恁遮个遮聪明的遮个学生吼，一时之间我其实不太知道要回答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要回答大家什么问题。对啊，咱是安怎要组织做伙？一句话敢讲会当解释是安怎咱要组织做伙？一句话敢讲会当互咱明白，咱爱主动组织做伙，迄个理由是啥物？对我来讲，我毋是一开始就要想讲要甲大学生考做伙，只不过我用一段时间观察，伫咱教会逐礼拜安尼出入，除了礼拜2甲礼拜5才会送大阿公阿嬷了。咱礼拜日进前有一群年轻的面孔来到这里，在台大师大学生比我来个较晚几个月而已，但是我们算是同梯的吼。咱对高点教会来，咱算同一届进来吼。对我来讲，我看一群少年的面孔来到这个所在，因礼拜煞可能有的会参加成人主日，因礼拜煞了就安安静静、默默的就这样离开了。其实我心内有说不上的感觉吼，我嘛真歹解释迄款的感觉。毋过即款感觉，甲我咧探访的时阵，兄弟姊妹甲我讲，咱是一间足冷的教会吼，那种感觉不相上下。我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3冬前我坐伫礼拜堂，逐工咧思考即个问题、这个情况的时阵，我就问上帝讲：主啊，这是阮要爱，还是你要爱？咱会当甲一间教会活出讲，我们是一间很冷的教会，这个是上帝你要的，还是我们要的？
我的心内，在这个挣扎内面互我反省，互我祈祷。所以，伫洗3冬以来，我主动去靠一寡人要做伙食做啥物代志吼。毋过，你们问我这个答案吼，我们万一咱小等再来分享这个回应吼。对伫咱的疼心，对伫保罗对哥罗西这间教会的熟悉，伊看见因对人的疼心，伊看见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佮有因家己心内有天理的毋茫。其实若无有对象啊，其实即群哥罗西教会的会友，因心内若无有一个对象，因其实是无法度家己去发动这个疼心、这个信心、这个毋茫的。意思是讲，咱若是无一个对象，咱无法度讲我是一个有疼的人；若无有对象，我无法度讲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咱若无有一个看见，咱无法度讲咱家己是一个有毋茫的人。我没有办法自己因着我说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可以在上帝、在人的面前说我是有信心，我是有疼心的人，我是有坚定毋茫的人。若无有对象，无法度检验出咱敢是实际上是安尼啦。伫约翰一书4章20节讲，人若讲我疼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这是白贼的。因为无疼所有看见的兄弟的，就袂当疼所未看见的上帝。台语念起来很饶舌吼，所以用华语念，我们大家就比较对这一节经文会比较有印象。人若说我爱上帝，但却恨自己的弟兄，这个人是说谎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去爱你所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告诉别人说你爱你看不见那个上帝？大意是安尼，21节讲，疼上帝也着疼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这是咱对伊、对上帝所受的命令。既若信耶稣做基督的，这是对上帝生的；佮既若疼生伊的人，也疼对伊所生的。台语念起来真正就水，但是我徛伫遮念吼，我真摇伊，恁敢听有吼？你们手边如果有前面有华语圣经的时候，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哈。约翰一书4章19节到5章1节哈。意思是讲，咱就爱去学习。既然咱相信耶稣做咱的基督，咱是对上帝生的。咱既若疼生伊的，也疼对伊所生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翻译一下哈。意思是讲，我知上帝疼我，我嘛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我的基督。相款的，你目睭所会当看到这个兄弟姊妹，伫因的心肝内，因嘛是确信耶稣做因性命的基督，所以因嘛是对倒位生的？哈？对上帝生的啊！咱因为确信耶稣是咱的基督，咱因为这个原因，咱是对上帝生。咱的兄弟姊妹敢无确信，因是对上帝生的？咱的兄弟姊妹敢无确信，因的耶稣是因的基督？敢有？有啊！所以伫遮咱爱学习啥物？咱爱学习去疼上帝所疼的，因为咱拢是对上帝生的。其实伫团契内面，毋是为着一个目的要达成。我咧甲这个兄弟姊妹吼无共款年纪吼，因为这是咱长老教会体制甲伊的精神吼。伊有伊好的所在，嘛有伊有欠缺的所在。虽然咱是照年会来分团契，但是咱的目的毋敢若是为着要成立团契，咱毋是为着敢若要甲相款年会人组织做伙。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长老教会虽然有照年纪来分团契的这款的制度，但是伊背后的精神是咱先
做伙来学习，但是毋是干那为着安尼来存在。所以咱来学，咱伫家己团契做伙时阵，是要叫咱较分年纪来学习，是要互咱搁较好彼此来提醒，去学习上帝的真理。所以，什么人是上帝所疼的人？什么人是上帝所疼的人？教会兄弟姊妹，敢是上帝所疼的人？是嘛？这个是很非常简单的标准答案。教会兄弟姊妹是上帝所疼的人，那呢？上帝敢是上帝所疼的人？伫因内面有还慕道友，还有未信主的人，因敢是上帝所疼的人？是哦。毋过因生活的方式、因的思考、甲因的价值，毋是甲咱教会一致的，要安怎样？因敢是上帝所疼的人？是哦。安尼咱敢爱学习，敢爱去找着方法，挖刻现行来听伊，要不要？要学习啊，不容易，但是要学习。好，上帝是有来伫咱教会聚会，啊，迄3不5时来教会上场地，这个人敢是上帝所疼的？就算讲因毋是基督徒，因敢是上帝所疼的人？啊，咱敢爱学习，用谦卑、温柔，佮有疼心的态度甲因生活，爱无？纵然只是一面之缘，要不要？要。启人即事所领出来这个工作团队，敢是上帝所疼的人？是，但是因无熟悉这位上帝，咱要安怎甲伊做伙斗阵？无简单，但是爱学习。你的一个亲切的笑容，你一个问候，你对因的友善，迄拢是表达你对上帝、你的心肝内有属天的愿望。所以保罗伫遮讲，伊对哥罗西教会，伊是有即款的看见甲熟悉。咱有一个了解，伫福音真道的基础顶面，咱所建立出来的生活，这是信仰受到检验的时阵。咱若无学习去听人，咱无法度家己讲，我的听是对上帝来的。人对人的听有期待，所以难免会失望，会有伤害。但是咱的嘴一直咧讲，咱的教会咧分享时，咱一直讲，上帝对人的听是一款的接纳，是完全的接纳。伫罗马书5章8节，伫遮安怎来表明这件代志？5章8节讲，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顾做罪的人的事，基督替咱死。我念一下华语给你们听吼。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咱有经文来做基础，互咱明白讲，哦，对，我所敬拜、我所熟悉这位上帝吼，伊对人是100%的接纳，因为有经文做支持，有经文做支持哦。伫咱还阁是罪人的时阵，伊就替咱死，伊就接纳咱。所以咱用嘴讲吼，真紧，因为咱目睭会当看到经文，咱知这位上帝是安尼。但是什么叫做接纳？什么是接纳？咱若无教会生活，无团契生活，无对遮做一个开始来学习。其实咱真歹学得了解，搁去实践接纳的意思。咱也无法度真正心内明白。其实咱嘴内咧讲的接纳，甲咱做伙斗阵迄款的接纳，无共款。但是我们没有自觉，我们以为我们嘴巴说得出接纳，我们的生命就活出一种接纳的样子，但是不是的。你若无一个场域，你若无一个团契，你若无一个教会生活来做彼此的鼓励、提醒、甲支持的时阵，咱真学得讲，我知，我明白，什么是上帝接纳。所以福音它不是被动的，
福音伊毋是被动的，它不是静止不动的。福音不是咱嘴讲啊，我信上帝，所以这就是福音，毋是的。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保罗用一款上帝国的眼光来证明，这个福音是安怎毋是被动的。第一章第6节安尼讲，这个福音已经到伫恁，亲像伫遍世间的结果子，也哪大丛，亲像伫恁中间一样，对恁捌听见，也真实在上帝的恩典迄日。对伫上帝的旨意，对伫耶稣甲伊的门徒的传讲内面，伫早前历代的教会历史内面，咱看见一件代志：福音是有生命力的，福音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会扩张的。但是福音所带出来迄款的大，迄款的片段，毋是知识性的。毋是一个道理，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来认同。福音福音之所以有生命力，福音有性命，是因为有一群人有一群人，因为相信迄个藏伫心肝内的毋望，所以因愿意活出一款的态度，一款的价值，一款的坚持，是用因的性命去实践出来。当你实践的时阵，福音，上帝讲，才实实在在显现伫人的面头前。所以我讲团契只是实践的场所之一而已，甚至是你一开始学习场域的地方之一而已。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甲人的斗阵，这拢是福音会当去分享、会当去大藏的所在。所以，当咱咧讲咱是虾米款的教会时阵，也拄好反映出咱的信仰是虾米。伫圣经内面有对教会、对上帝国的描写，其实这嘛是咧检验咱，敢是咧实践属伫上帝国的款式。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怎么讲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也真正让人跟上帝看出我们在相信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是有被上帝的话语在检验着。从我们的个人到信仰团体、教会，都在看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伫咧古典教会做伙敬拜上帝的咱敢是有受到圣性的提醒，敢有啥？定定有属天的智慧，咧做伙熟悉上帝，认捌上帝的旨意。咱所做、咱所想的、咱所讨论的，敢是有合伫主的旨意甲心意？每一间教会建立，毋是为着要起不是为了盖一栋建筑物啊！盖这个古亭教会是为着啥物？其实牧师伊之前甲我讲，伊7月份有3礼拜无伫的吼，伊当阵我咧甲团队组、甲关怀组咧讨论讲，哎呀，安尼咱今年58周年，其实咱无特别为着这来办一个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安尼无得7月份吼来做一个系列的提醒，好啊，但是无要标。应该是说，就是用我的思考是用 OK， 就是用7月份，咱做伙来回顾这些上帝的恩典吼所以我甲启明吼新下先，阮对迄当阵知影伊要来做来伫咱教会来学习做新下先的时阵吼，我们在5月底就开始在讨论这一个系列的设计吼。所以今仔日咱这个青年主日吼，咱会对咱古典教会草创历史吼来认识起。一间的教会受到设立是安怎来发生的？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来聚会？教会建筑物不是为着伊本身，是为着住伫遮的人。所以，咱等一个成人主义学当看见最早咱敢知影古典教会上早是伫倒位聚会？
刚刚我想下廖无师娘吼做非常清楚吼。啊，毋过咱大部分伫遮聚会的兄弟姊妹应该无参与着迄段历史吧？像乐乐，你那时候可能就还没出生，对不对？58年前啊，传道也对，传道也很年轻，所以传道那时候也还没出生吼。所以但是无因为我的无参与，所插销上帝伫固定教会引带到稳定啊。所以这段稳定的历史，咱会当做伙来看吼，做伙来回想，做伙来感谢上帝。所以我头拄仔咧分享讲，咱来去面对，咱咧检验咱教会生活时阵，咱来去思考讲，咱的参与，咱的回应，咱对待兄弟姊妹的态度，敢是有合伫主的心意。保罗虽然伫遮，伊无法度亲身来牧养，他没有办法亲自牧养这间教会。伊无法度亲身来牧养哥罗西教会，但是伫后壁，伊用即款的祈祷来为着教会来守望吼。伊讲第一章第9节讲，愿恁伫心灵达样的智慧甲灵通，得着在伊的旨意到满满。愿你们有圣灵的帮助，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达到完全吼。互恁所行合伫主。凡事互因欢喜，伫逐项好事结果子，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伫到恁所做的代志会当对起主吼。即个结果子吼，伫顶礼拜牧师的讲道，圣灵的9种果子，伊提醒咱，果子毋是干那一种样子，而是那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状态。你毋是干那，你的人生活的毋干那是操练你的听心，你的人生活的毋干那是操练你的耐心，甲你的节制，甲你的熬吞论，毋是，是遮的拢是你生命应该要去学习、去努力、去成长的。伫原文内面，结果子吼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原文的里面吼，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你要不断去结果子，毋是讲啊！你伫今仔日即件代志，即个事工点面，哦，你真有听心，你真有文书，所以就表示讲，你即个人一世人拢遮尔有文书，遮尔有听心，毋是，是你伫逐样的代志，伫逐样的好事点面，你拢爱学习，拢爱学习去结出水的果子来荣光上帝，毋是干那伫即件代志我有智慧。这件代志我有听心，毋是，是伫每一项明天每一天的接踵而来，伫教会事工点面每一次接踵而来的事工，咱拢爱学习，爱有即款的生命的态度。也因为安尼，所以保罗讲，就是因为恁安尼努力安尼去做，安尼努力去互你生命的成长，所以咱会当认捌这位上帝，哪来哪暖。哪来哪进步，哪久哪进步，哪久哪进步。所以咱所结的果子，固定教会咱所结的果子，会当知咱所做的，敢是有帮助咱更较认捌上帝。伫教会的生活中间，敢有互咱更较充分去知影咱所做的有合伫上帝旨意无？若是无，对咱所做的代志，咱看到伊的结果，若是无，咱就要紧紧修正我们正在结的果子，咱就要紧紧抓牢主的时间、主的审判、主的日子来到进前，我们要快快悔改，快快修正。上帝互教会、互世间人有一个稳定，就是讲，咱检测咱无完全会有做唔到代志的时阵，但是有互咱一个悔改的机会，给我们修正自己的机会。顶个月是固定教会58周年。啊！这58周，这58年以来，咱做啥物？咱结出啥物款的果子？咱若是结出一个结论是讲，哇，咱是一间做灵的教会，那咧咱真正的悔改，倒来到重新，倒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寻求伊的帮助。今日圣灵主日咱要做伙来看这间教会的起初。因为我爱写传道书的报告，还佫有想到5月份，佫想到讲会当甲市民做伙做一个安尼回顾，所以伫迄
进前我有编过咱的迄40周年甲50周年的纪念周刊吼，伫遐我嘛看到咱真侪信用的长辈吼，真侪长老所写的迄种激励人心的一些文章吼，包括陈长老、王长老、站长老，恁对恁所留落来遮个文字吼，会当互我甲市民重新搁一摆去看见。当初，迄个当初，阮毋捌参加过迄个当初，恁是安怎受到上帝的疼甲呼召，来起做一间高定教会。所以咱要做伙来回想